党台北市党部早起来举办里长候选人的造势大会，蒋万安嘛有到场。伊讲里长是市政的末梢神经，就是上尾溜的神经，希望里长拢会当做分身帮伊来邮票。台北市456个里，用国民党籍参选的里长有271个，另外有70个报准参选是用无党籍的。敢会烦恼这个无党籍的里长去互黄珊珊抢去做条仔卡的？蒋万安讲尊重每一位的里长。台北市里长候选人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手中这合党旗代表出征，然后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当然嘛会参加。作为徛伫台电话口号，国民党今仔日举办台北市里长头一场造势大会，蒋万安除了翕相或团结，嘛要拜托里长。拜托各位里长，当万安的分身。帮我拉票。进前讲，民进党北市长对手，但市长政策真烂来乌江县里长魏景祥嘛有参加。台北市456个里，以国民党籍参选里长候选人有271位，占57%。另外70位以无党籍参选，敢会烦恼和其他镇压候选人有气。我们都尊重每一位里长，也非常感谢里长长期以来扮演我们市政末梢神经的角色。我们每一里都很重要。不管我们提名报备，或者是无党籍参选，或者是其他的党友朋友，我们都会团结，让蒋万安能够顺利当选。国民党里长参选的人数最多，到场的所有国民党里长，就是表达他们对国民党的信任。另外，佫改变前管1号工会使用范围，传出因为陈市长和王必胜见面，不过两个人敢有见面，讲法拢无同。反反复复，欢起欢斗，这就是陈部长。选台北市又觉得对不起这些市民，应该要回去好好管一下这个卫福部的事情。那既然如此，你就专心好好当你的卫福部长，不要做地下部长。离投票阁有70外天，国民党甲基层阁好调，嘛阁一摆批评连赢对手，要把握机会为大选继续拍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